朝早返到公司，啱啱沖好咖啡，電子郵箱已經炸開。你明明坐喺度，但個腦好似未插電，睇字要重複2次，脾氣比平時燥，最簡單嘅事都想拖住做。最難受唔係忙，最難受係你開始懷疑自己。明明以前做得到，點解而家咁易心散？明明件事唔算難，點解你硬係入唔到狀態？到最後，你多數會俾自己一個最方便，但亦最傷嘅結論：我係咪真係老咗？係咪開始唔掂？但我想喺呢度先停一停，因為呢條片最重要嘅第一句係：原來你一直搞錯咗。你以為運動係用嚟減肥，係為咗身材，係得閒先做，心情好先做，想變靚先做。其實唔一定。作者最想你知道嘅係另一件事：運動唔止係身體工程，仲可能係大腦維修。好多30幾、40幾、50歲嘅人唔係冇能力，係長期喺一個未完全開機嘅狀態入面生活。你照樣返工，照樣開會，照樣覆信息，照樣照顧屋企，所以你好容易誤會自己冇事，但其實你失去緊嘅未必係體能先，而係專注力、判斷力、情緒穩定、記性，同埋最值錢嗰樣，你個腦可唔可以即刻用嗰種可用性？講到呢度，我先揭曉今日呢本書，佢叫《運動改造大腦》，英文書名係 Spark: The Revolutionary New Science of Exercise and the Brain， 作者 John J. Ratey 係哈佛醫學院精神科副臨床教授，佢要談嘅唔止係健康，而係運動點樣影響壓力、情緒、記憶、學習同整體努力。身體活動唔止同身體健康有關，亦同思考、記憶、睡眠、情緒平衡同較低焦慮或低落風險有關。呢個位其實幾反常識，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都被教育用腦就用腦，運動就運動，讀書係讀書，工作係工作，做運動只係工作以外嘅加分題。但作者想推翻嘅就係呢個分法。佢話俾你知，身體同大腦從來唔係分開兩套系統。你唔活動，唔止係肌肉偷懶，個腦都會跟住頓。你可以諗下自己最常見幾個畫面。第一個，食完飯2點鐘，你要入會議，人坐喺度，但腦好似喺另一個房。第二個，放工返屋企，伴侶或者屋企人只係問多句，你已經好燥。第三個，你打算處理一件重要工作，本來只係想望一望電話，結果一睇就半個鐘。你以為係3個問題：專注差、情緒差、拖延。但作者想你用另一種角度睇，會唔會佢哋其實係同一個底層問題嘅3個表現？即係你個腦長期唔夠醒、唔夠穩、唔夠有餘裕。最可怕唔係你突然冧，最可怕係你仲運作到。於是你一路撐，一路怪自己，一路覺得自己意志差。但事實上，有時你唔係做唔到，係你根本未喺最好狀態。你等於日日都用低電量模式去過生活，一日半日冇咩所謂。但幾年咁落去，你會慢慢接受一個錯誤身份：我就係咁心散，就係咁燥，就係咁冇耐性，我就係做唔長。其實未必，有啲問題唔一定係你性格差咗，可能只係你太耐冇好好幫個腦開機。呢個位我特別想同香港觀眾講，因為香港人最叻嘅唔係休息，係硬撐。好多人一聽到運動，第一個反應唔係啱呀，而係邊有時間。但如果你而家最缺嘅唔係一塊腹肌，而係一個清醒、穩定、唔咁易爆炸嘅腦，咁問題就會變成：你可唔可以再繼續完全唔活動？喺一次終止高強度活動之後，對腦部好處嘅就可能出現，而且任何活動量都比零好。呢個意思唔係叫你即刻去跑馬拉松，而係想你先放低一個包袱。你唔需要做到好勁先叫有用，你只需要開始理解活動本身已經可能係幫個腦重新入線嘅第一步。所以呢條片後面唔會走勵志路線，我唔會叫你做一個更完美嘅人，我淨係想同你講清楚3件事。第一，點解喐一喐個腦真係可能清晰啲？第二，點解運動幫到嘅唔止專注，仲包括情緒同壓力？第三，如果你已經忙到爆、攰到爆，最唔想聽大道理，點樣用最低成本開始？因為你真正想救嘅，從來唔止係身材，係你嗰個明明仲喺度，但近年愈嚟愈難叫得醒嘅自己。你有冇試過呢種感覺？唔係完全冇精神，但成個人好似黐住咗。你望住文件，知道自己應該開始，但個腦唔肯轉。你再飲一杯咖啡，人可能精神少少，但人又心急咗，
而且耐性仲差咗。你以為自己需要更多刺激，其實好多時你需要嘅唔係再推多一下，而係先幫個腦入返正軌。呢度我想用一個好簡單嘅比喻，將你個大腦想象成一間公司，前面負責判斷、專注、忍手、計劃嗰班同事就好似管理層，負責記憶、學習、譯資料嗰班就好似檔案室，而專門響警鐘處理危機嗰套反應就好似保安部。當你長期唔喐、長期坐、長期壓力大、瞓得又差，唔係話成間公司即刻停工，而係保安部過度緊張，少少事就響鐘，管理層個腦唔夠清晰，開會慢半拍，檔案室明明有資料，但成日入唔切。外面睇好似每個部門都各有問題，但其實底層可能係同一件事，全棟樓供電同運作狀態唔穩。作者講運動對大腦嘅作用，某程度上就似幫呢間公司重新穩定電壓，唔係一做運動你就變天才，而係個系統冇咁亂，保安部冇咁易亂響，管理層冇咁易短路，檔案室核資料快返。你個人會有一種感覺，原來唔係件事變容易，而係我個腦通咗。運動唔止可能直接幫到思考同記憶，亦會間接透過改善睡眠、情緒同壓力，幫返個腦更好用。有氧運動同注意力、認知速度、執行功能等有關，而規律進行之下，仲同海馬體，即係同學習同記憶相關嘅腦區體積增加有關。點解呢本書咁多人記得？其中一個原因係作者冇淨係講理論，佢用咗好多案例。書裏最出名嘅一個就係美國 Naperville 學區，作者用佢做開場，想講一件好簡單但好顛覆嘅事。學生要先讓身體進入狀態，學習先容易發生。呢個案例喺書中好重要，亦係作者用嚟展示運動先行，學習跟上嘅代表性故事。但你唔好誤會，我唔係想你返去再做學生，我想講嘅反而係，如果連學生讀書前都可能受惠於先動一動，點解大人反而一直覺得最努力就係一坐到尾？好多成年人最大嘅錯覺係運動會打斷工作，其實有時真正打斷你工作表現嘅係你坐得太耐，坐到整個人變慢，然後硬逼個腦繼續做嘢。你睇落好似好勤力，但你內部其實已經叻緊。所以之後我會俾你第一個低成本方法。方法一，喺最需要用腦之前，先快行10分鐘，唔使換衫，唔使流到成身汗，淨係行快少少。最好係開工前、見客前、要寫重要嘢前。你唔係為咗言之，係為咗將個腦由未上線拉返上線。即使一節中等至較高強度活動，都可能對思考或短期焦慮感有即時好處。方法二，午飯後唔好即刻坐低，先行10至15分鐘。呢個係最容易偷返嚟嘅時間，因為好多人最鈍就係食完飯嗰段。但如果你肯用呢10分鐘換返一個清啲嘅腦，往往比你只係坐住喺度更好。唔使偉大，唔使講理想，只係實際。到呢度你可能會諗，好，就算我信運動幫到專注，咁情緒呢？點解有時我做完運動，唔止個腦清晰咗，連個人都冇咁做？一個人成日失控，未必係因為佢脾氣差，有時係因為佢太攰。一個人成日拖延，未必係因為佢冇責任感，有時係因為佢個腦一聽到高耗能任務就本能想逃避。一個人成日記唔得嘢，未必係因為老得好快，有時係因為佢長期喺壓力、睡眠差同低活動量之間打轉。呢啲說話唔係幫人開脫，係想幫人睇清楚。因為如果你連問題喺邊都搞錯，後面所有方法都會用錯力。成年人規律活動，除咗對心血管、代謝同慢性病有幫助，仲同減少抑鬱同焦慮症狀、提升腦健康同整體福祉有關。規律活動可以幫你隨住年齡增長，仍然保持思考、學習同判斷能力，並降低憂鬱與焦慮風險。呢個唔係話喐一喐就咩都好，而係講緊一條好重要嘅底線。身體活動係情緒同大腦狀態嘅基礎條件之一，但我要講清楚，唔好吹大。如果一個人已經有明顯抑鬱、焦慮、驚恐或者其他精神健康困擾，運動唔應該被講到好似可以取代治療。比較穩陣嘅講法係，研究指出，運動對抑鬱症狀有幫助，有時可以作為治療以外嘅重要補充。步行或慢跑、瑜伽同阻力訓練對減輕抑鬱症狀有幫助，但唔代表人人效果一樣，更唔代表可以自行停藥或者唔求助。
點解運動對情緒咁有價值？你可以先唔理複雜機制，最貼地嘅理解係，當你個身體長期唔喐，個腦會越嚟越難喺壓力之下保持穩定，於是你會出現一種成年人好熟悉嘅狀態，朝早起身已經攰，晏晝跌落谷底，夜晚明明好攰，但瞓之前個腦又停唔到。運動好多時唔係只直接作用喺記憶，而係透過改善睡眠、壓力同情緒，間接幫返思考能力。呢句其實好重要，因為好多人一直喺度尋找專注力方法，但佢真正要處理嘅可能係睡眠、情緒同壓力底盤。你底盤亂，個腦自然唔掂。所以第三個今日就做到嘅方法係方法3：當你腦猜、火滾、想逃，先做2至3分鐘動作急救，唔使完整 workout，唔使儀式感，就係起身行快少少，上2層樓梯，做20下深蹲，喺走廊來回快步。重點唔係做得靚，係用身體打斷你而家個狀態。對好多上班族嚟講，呢個比坐喺位度冷靜啲更有用，因為有時你唔係講道理唔夠，你係神經系統太繃緊。第4個方法係最唔起眼，但長遠超值。方法4：每坐60至90分鐘，就逼自己起身2分鐘，飲水，行去窗邊，去廁所行遠一點。唔好睇小呢啲微小動作。你今日一路忽略活動量，最終要付出嘅未必只係今日個人燥啲、攰啲。規律活動同保護腦部功能、減緩認知退化風險有關，即係話你而家每一次話今日太忙，算啦，其實你未必只係放棄咗一次運動，而係一路將未來嘅記憶力、判斷力、穩定度慢慢賣出去。所以去到呢度，問題已經唔再係做運動好唔好，真正問題係如果你想保住未來10年仲有一個清醒穩定嘅自己，你而家仲可唔可以繼續坐喺度唔喐？去到最後，你唔需要被激勵，你需要被解放，因為好多人一聽到運動就即刻入咗另一個陷阱。好，我要重新做人。通常一講到呢句就好快玩完，因為你個腦已經默默加咗大堆壓力，要買裝備，要排時間，要堅持，要打卡，要有成就，結果未開始已經好攰。所以最後我想俾你嘅唔係熱血，係一套低成本可執行今日就做到嘅做法。你唔係要變做運動型人格，你只係要學識點樣用運動救返個腦。方法5：先守一條最低基準線，一星期150分鐘快行級活動，再加2次簡單力量。每星期至少150分鐘中等強度活動，再加2日肌力活動。你可以拆開做，唔一定要一次過。30分鐘分5日做，15分鐘分10次做都得。重點係你唔好再將運動理解成一定要完整一堂。但如果你連150分鐘都一聽就想縮，冇問題。我俾你一個更貼地版本，你先做10、10、2。第一個10，朝早或者開工前快行10分鐘，唔睇電話，唔當散步，當開機。第二個10，午飯後再行10分鐘，尤其係你食完會頓嗰種人更加要做。最後個2，每日2次簡單發力，例如12下坐低起身，10下長伸掌上壓，拎住2袋重啲嘅嘢行一陣。你唔係練大隻，你係提醒身體唔好完全變死機。如果你做到呢個10、10、2已經唔錯，唔完美，但好過0。而好多時人唔係輸喺唔知最好方案，係輸喺一開始將門檻設得太高。另一個超低成本技巧係綁定場景，即係唔好問我今日得唔得閒運動，你改問開會前我可唔可以先行5分鐘，食完飯我可唔可以先行10分鐘，等人嗰陣我可唔可以行樓梯，睇電話之前我可唔可以先做20下深蹲。當運動由一件大事變成你生活流程入面嘅一個動作，佢先唔會成日被你拖到明天。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心理位，唔好一開始用體重做回報。好多人之所以放棄，係因為佢將回報定錯咗。你做咗幾日，體重冇跌，就覺得冇用。但呢本書最值錢嘅位，本身就唔係只講體重，所以你應該先睇呢幾樣。今日有冇快咗進入狀態？會議入面會唔會咁易發夢？返到屋企會唔會冇咁燥？夜晚有冇易咗入睡？如果呢幾樣開始變好，你就已經接收緊真正值錢嘅紅利。現代人最容易低估嘅唔係運動對身體嘅好處，而係運動對大腦可用性嘅影響。身體活動同記憶、思考、
情緒平衡、睡眠、年老、後腦健康都有關。所以最後，我唔想你記一堆術語，我只想你帶走一個畫面。聽朝你起身，你又會想直接坐低，又會想等得閒先算。當你準備再次用意志力死撐嘅時候，停一停，落樓，快行10分鐘，俾個腦一個機會醒返。你只係幫未來嘅自己搶返少少清醒、少少耐性、少少記性。因為真正被你救緊嘅唔係腹肌，唔係體重，唔係社交媒體上面嗰個更勁嘅你。你救緊嘅係嗰個返工返到一半仲撐得住，返到屋企唔會一點就着，到50幾歲仲想保住記性同判斷，唔想愈活愈鈍嘅自己。有時人生唔係差一個更努力嘅你，而係差一個冇咁累、冇咁亂，仲開到機嘅你。如果呢條片有幫你重新睇運動呢件事，記得訂閱書你有局。之後我會繼續用廣東話將更多書講成你真係用得着嘅東西。